大家好，我係 PS 皮亞斯，歡迎大家收睇今日嘅美股3分鐘。中意呢個內容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。講翻我近排關注嘅外股，啱啱又批咗新股，上次30蚊樓上批，呢次等佢升去29蚊邊又再批，批價27蚊半左右。好多朋友會問啊，點解呢啲類型嘅 FinTech 公司不停批股吸水啊？咁其實做 consumer lending 呢，營運係要資本撐住。聯儲局下星期會議大家都預咗減息啊，市值有更大可能會增長。管理層批股就係為咗做好倉、擴大生意，甚至為未來收購做準備。你問我信唔信管理層？我睇好 Anthony Noto， 佢喺華爾街出身，時機捉得幾好，趁市況好先批股，好過等消息一出大家爭住沽貨。加上新一輪 user data 流量屢創新高，我自己都再加碼，長遠睇法都係正面。至於 OpenAI， 唔少網友話對 CEO Sam Altman 好有保留。公司本來話做開放源碼，轉眼間變晒賺錢路線，呢啲領導方式令人擔心。加上 OpenAI 重金燒錢，但未有穩定 B2B 產品，大佬 Google 又 aggressive 晒 ，ChatGPT 又見到壓力 ，Microsoft 都話即使 OpenAI 投資打水漂，佢哋 AI 生意都冇大礙。咁所以呢，我覺得就算今次呢 OpenAI 腳軟呢 AI industry 呢係會有啲挫折，但係呢唔會逆轉晒成個 AI 大方向嘅。個別公司嘅行政能力呢，真係要等時間驗證，暫時呢我會觀望先啊。講下減息啦，而家市場都預咗聯儲局12月減息啦，機會都去到90%幾。減息後2日至3日美股普遍有升，但係之後呢，大家又會擔心啊，會唔會升過龍甚至見頂回吐嘅？重點係長遠會唔會繼續減息？睇依家期貨預期，下年講緊再減2次息左右。但如果日本央行出招加日元息，Yen carry trade 一拆，連帶美債，全球資產價格都會震一震。美國通脹暫時見回落，但係好多經濟師都唔信會長期壓低，萬一升翻上3.5，減息步伐就可能受阻。另外一個市場焦點就係本央行議息、債息走勢同美國數據，炒減息消息多數係議息前升，落實之後就要啱啱好走人。總結翻，今個減息週期對 consumer financing 類型公司係正面消息，做好倉一樣可以受惠。不過大市層面，環球變數仲多，金融、AI 科技同宏觀經濟仍然有唔少風險，大家謹記分清啊！本地同宏觀因素，買股要做足風險管理，同時要睇埋資金流。咁多暫時分享到呢度，多謝你同我皮亞斯一齊 update 完最新嘅投資熱點，記得訂閱同撳埋個鐘仔，聽日見面。